大家好，呢一期同大家拆解係 A2 牛奶。而家對於 A2 呢種牛奶呢，意見都係兩極分化嘅。好多人受廣告嘅影響，對佢係推崇備至，亦都有一部分人認為佢係智商稅。究竟邊種講法比較靠譜啲呢？下邊我同大家慢慢拆解。首先我哋解釋下咩叫做 A2 牛奶。我哋都知道牛奶裏邊係有蛋白質嘅，佢嘅蛋白質主要係由乳清蛋白同埋酪蛋白組成嘅。酪蛋白咧又分成阿爾法、beta、kappa 幾種類型，而 beta 酪蛋白咧又分成 A1、A2 嘅幾種變種。據說 A2 酪蛋白就係原型嚟嘅，喺以前所有嘅奶牛都係 A2 型牛，後嚟喺5000年左右咧，歐洲就出現咗 A1 型嘅變種牛啦。由於 A1 型嘅牛出奶率比較高，所以逐漸歐洲就由 A2 型變成咗 A1 型嘅奶牛為主啦。而喺亞洲同埋非洲嘅牛咧，一路都冇變種，所以就到而家為止都係 A2 型牛嘅。咁點解而家先咁推崇 A2 型嘅牛奶咧？就因為 A1 型嘅 beta 酪蛋白，佢係可以被分解成 beta 六啡肽，亦即係話 BCM7。而 A2 型嘅 beta 酪蛋白係唔會分解出 BCM7嘅。BCM7 被人體吸收咗之後咧，佢會產生一系列嘅副作用，包括腸道不適、增加糖尿病、哮喘同埋心腦血管嘅疾病風險。以上對於 A1、A2 牛奶嘅描述都有一個前提，就係據說。點解話係據說呢？就因為呢啲研究報告好多都係由澳洲嘅 A2 牛奶公司資助完成嘅。呢家公司應該就係好多人都知道，佢主要就係生產 A2 型嘅奶粉同埋牛奶。佢嘅創始人就係鮑勃伊利亞特，佢一直都係推動要用啲 A2 型嘅牛取代 A1 型嘅牛。佢本身就係 A2 型牛奶普及嘅最大受益者。之所以好多人都話 A2 型牛係智商稅，就因為呢啲研究方法唔係好嚴謹，佢哋嘅結果最多只能夠說明係一種相關性，而唔能夠係因果性。我舉個例子，就係啲雪糕銷量增加嘅時候，被鯊魚咬傷咬死嘅啲人嘅數量亦都會增加。點解有呢個現象呢？因為喺夏天先至會更加多人買雪糕嚟食，亦都喺夏天更加多人會落海游水，所以就更加容易被鯊魚咬傷咬死。所以呢兩件事呢係獨立嘅，但係佢哋嘅結果係有相關性嘅，但唔係因果性，唔能夠話因為啲人食雪糕食得多咗就多人被鯊魚咬。所以呢個就相關性同埋因果性嘅區別。要喺科學上面確定一個因果性，係要有充分嘅證明先係得嘅。而喺證明之前呢，好多嘢都只能夠係話相關性。而且呢啲研究報告好多都係有既得利益嘅 A2 公司推動研究完成嘅，所以 A2 比 A1 牛奶好嘅結果，好多人都認為唔好信。但係我注意到喺所有嘅研究報告裏邊，有一篇喺1993年由伊利亞特發表嘅論文。呢篇論文嘅結論就係話，喺新西蘭薩摩亞地區嘅兒童飲咗 A1 牛奶之後，佢哋嘅一型糖尿病嘅發病率係奇高嘅。所以呢篇文章最終都被認為只係一個相關性。而且當時伊利亞特仲係奧克蘭大學嘅教授，佢係未創辦 A2 公司嘅，所以佢呢篇文章係屬於信學術性嘅論文，係冇利益相關性嘅，可信度相對比較高。另一方面就係睇咗反對意見嘅專家同埋機構，佢哋都揾唔到一個好確鑿嘅否定依據，佢哋只能夠證明 A1 牛奶唔一定有咁多副作用，A2 型嘅牛奶未一定比 A1 嘅好，亦即係話 A2 型嘅牛奶可能比 A1 好，亦都可能同 A1 差唔多。喺呢個咁樣嘅前提下，選唔選擇 A2 型牛奶，其實剩翻一個關鍵嘅問題，就係價格。即係話為咗呢個可能性，我哋應該要付出幾多日價先至算合理。之前 A2 嘅牛奶同埋奶粉差唔多係被 A2 牛奶公司壟斷嘅，所以佢嘅價格咧就高高在上，係唔合理嘅。但係近一兩年嘅價格已經係落咗嚟啦，因為培育 A2 型奶油其實就唔難，而且之前都講過喺亞洲原產嘅水牛係冇變異嘅，佢哋嘅奶。所有奶全部都係 A2 型，所以國內 A2 型牛奶嘅奶源呢幾年係快速咁擴大嘅，造成咗佢嘅價格亦都穩步下跌。而家 A2 牛奶基本上都係
普通牛奶嘅1倍幾，用一個咁嘅價格去買一個更健康嘅可能性，其實係比較合理嘅。咁樣嘅價格仲話 A2 牛奶係智商稅嘅話咧，就有啲牽強啦。最後為咗更直觀咁測試 A2 牛奶係咪更加好，我喺先段時間已經係開始轉飲 A2 牛奶啦。我之前一直飲嘅都係沃爾瑪嘅4.0蛋白質嘅牛奶，後嚟咧換成咗亦都係沃爾瑪嘅 A2 有機牛奶。呢個比之前嗰個4.0牛奶貴咗50%左右。喺飲呢個 A2 牛奶之前咧，我驗過一次血脂，可能係因為前一晚我做一啲運動先引去檢驗嘅，所以得出嚟嘅結果係有啲誇張。嗰個低密度脂蛋白到咗4.8，而4.9咧已經係屬於過危嘅，所以搞到當時我有啲驚。之後我開始就飲嗰個 A2 牛奶啦，每日基本上飲500毫升左右，連續飲咗10日。喺呢10日裏邊咧，我亦都增加咗我嘅運動量，雖然增加得唔係好多，同時我亦都降低咗我肉同埋幼脂方面嘅攝入。運動結束咗2日之後，我再去驗血，結果低密度脂蛋白嘅指標咧，竟然係正相反，因為飲食同埋運動都喺度發揮作用，所以好難講係咪完全因為 A2 牛奶而造成呢個比較好嘅結果。但係通過呢個檢驗，亦都增加我對 A2 牛奶嘅信心，所以咧我決定一路飲我 A2 牛奶，一路到下半年，大概9月10月份到，再等一次驗血，到時候再睇睇個結果係點樣。到時候我會將個結果再反饋俾大家嘅，希望大家會保持關注。